大家好，我係蕭蕭，星期日蕭蕭。今日呢就係美國西岸12月23日星期二。嗱，如果呢你喺香港呢，就應該而家今日係12月24日星期三，應該係呢平安夜嘅日子啦。首先呢，蕭蕭呢就趁住呢個時間呢，就祝大家呢喺聖誕裏邊主內蒙福，身體健康，跟住新年進步。嗱，蕭蕭咧好耐都冇同大家見面啦，大家掛唔掛住蕭蕭咧？嗱，蕭蕭就好掛住大家啦，就因為咧可能有少少偷懶啦，或者咧工作繁忙啦，所以咧就唔得閒咧，成日咧就同大家 say 聲 hello 啦。嗱，不過咧趁住呢個咧12月呢個咧嘅季節，蕭蕭咧就再次嚟到呢個蕭省咧，就同大家咧分享一番啦。嗱，大家而家見到咧，蕭蕭着住咁多嘅衫咧，就知道呢度咧天氣非常寒冷啦。事實上咧，今日咧可能咧得咧2至3度嘅啫。而咧大家見到後邊咧一個好美麗嘅海嘅景色咧，呢個就係太平洋嘅岸邊啦，同埋咧有好多嘅好靚嘅沙灘啦，同埋咧好靚嘅屋添。嗱，蕭蕭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番咧，就係聖誕啦。嗱，喺聖誕裏邊咧，喺聖經裏邊就記載咗啦。當主耶穌出世嘅時候咧，佢就咧生喺馬槽裏邊啦，跟住咧就有天使天軍咧就出嚟咧向牧羊人咧就傳講好嘅福音啦。佢哋就話啦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俾神，在地上平安歸俾給他喜悅嘅人。原來咧神咧係好將咧呢個咧平安咧想歸給他喜悅嘅人啦。嗱，當我哋講到喜悅嘅時候咧，呢個咧相信係一個關係啦。嗱，因為咧你可以喜悅人啦，人啊可以喜悅你啦。嗱，咁樣你諗下啦，當我哋係 BB 仔嘅時候，我哋先可以先得到周圍嘅人或者父母嘅喜悅咧。當係我哋係一個咧學童嘅時候，我哋先可以先得到咧先生或者咧父母嘅喜悅咧。當我哋係青年人嘅時候，我哋應該做啲乜嘢，或者我哋應該有乜嘢嘅行為，然後先得到周圍啊、同學啊，或者老師啊，或者咧屋企人嘅喜悅咧。嗱，當我哋咧係咧一對夫婦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先可以得到咧丈夫啦，或者咧妻子嘅喜悅咧？當我哋係子女嘅時候，我哋又點可以得到咧父母嘅喜悅咧？同樣嘅喎，當我哋係父母嘅時候，我哋又點樣先可以得到子女嘅喜悅咧？嗱，當我哋係一個地方嘅市民嘅時候，我哋又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得到呢個政府嘅喜悅咧？然後我哋做一個政府嘅時候，咁我哋又點可以得到人民嘅喜悅咧？呢啲咧其實咧都喺呢個關係裏邊咧，都值得好好咁思考。但喺聖經裏邊咧，神咧就親自咧從天降落到地上，身為呢一個人咧，過盡咧人咧喺地上嘅生活，飽受咧呢個咧開心啦、痛苦啦、疾病咧，甚至死亡。佢哋咧都係同我哋經歷咧我哋嘅痛苦啦，然後咧我哋所作嘅咧，如果可以咧得到佢嘅喜悅嘅時候咧，我哋就係蒙福啦。嗱，講到咁多嘅時候，我哋其實點樣先得到神嘅喜悅咧？嗱，喺聖經裏邊喺詩篇第1章嗰度就有記載啦。佢話不從惡人嘅計謀，不站罪人嘅道路，不坐褻慢人嘅座位，為喜愛耶和華嘅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，因為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，按時結出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，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。呢度咧就記載咧，人咧如果咧晝夜思想神嘅話語咧，喺呢度咧講晝夜思想，唔單止咧係去諗啦，去學習啦，係去咧讀嘅神嘅話語啦。當然咧就要喺聖經裏邊啦，係學習神嘅話語咧。其實咧喺裏邊咧就應該咧係咧去遵行啦、實踐啦，同埋咧去咧傳揚咧神嘅話語，呢個咧先係得到咧神個喜悅。原來我哋喺地上，如果想得到神嘅喜悅咧，得到神嘅祝福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應該咧係作一啲神所喜悅嘅事，就係咧晝夜思想神嘅話語。呢啲咧都係喺聖誕節裏邊咧，我哋都應該咧去
多多嘅思想，我哋怎樣係同神一個關係，然後咧得到神嘅祝福同喜悅。少少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咧希望大家咧喺聖誕啦、平安咧，真係有從神而嚟嘅平安啦，同埋得到神嘅喜悅啦。又祝大家咧喺新嘅一年咧更加身體健康進步啦。喺呢度咧，少少就再次嘅咧就祝大家咧聖誕蒙福，身體健康。但願主耶穌基督因為天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同神愛大家嘅心都一齊增長，從今天直到永永遠遠。又願那賜平安嘅神親自嘅使你們全然成聖，又願你們嘅靈同魂嘅身子都得蒙保守，在等候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，完全無可指責。我就係少少，星期日少少，少少就喺呢度祝大家心裏平安，身體健康。如果有機會少少就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喺呢度咧就 say 聲 hello，拜拜啦。